嗱，大媽咧李詠翰個形象咧已經花晒噶啦。繼連日咧肥媽啦、薛家燕啦、黃夏蕙咧都出面咧去調停或者勸告啦。咁啊，而家最新咧有伍仲衡，伍仲衡咧都加入戰團啦。咁佢琴日咧就喺網上平台咧貼咗一首用 K 歌之王陳奕迅原本嘅 K 歌之王嘅二次創作嘅歌，叫做 PK 之王。佢就話咧，喂，完成啦，我竟然寫晒啦，好耐未試過咁有靈感，下次開 live 咧一齊唱。咁啊，雖然咧伍仲衡就冇講呢首 PK 之王咧送俾邊位，不過咧喺佢首歌入邊嘅歌詞咧都已經係諗得到噶啦。嗱，部分歌詞係咁樣：靠父蔭來到40有幾，我冇腰骨冇膊頭，好食懶飛，請你別嫌我本身廢柴未會爭氣，還能憑什麼想老豆繼續撐起我？銀行200粒可養活一家5口，人如同爛仔，愛用你吹咩衰罵人？嗱，就憑啱啱咧嗰紮歌詞咧，大家應該都好易咧諗到咧係講緊大媽李詠翰咧嘅情況。咁啊，伍仲衡咧仲話咧會直播唱呢首歌，但係最後因為有嘢做咧，所以取消咗直播。不過我覺得咁樣講，遲啲伍仲衡應該都有機會唱翻嘅，係咪？咁喺我啱啱錄緊呢條片嘅時候咧，亦都有個 pop up 嘅 news， 繼續咧都係講緊李詠翰大媽。咁啊，而家咧除咗肥媽、薛家燕、黃夏蕙、伍仲衡之後咧，最新一個加入咧戰團嘅人咧就係73歲嘅金像影帝李修賢啦。咁咧亦都出聲啦。咁佢喺琴日5月12號咧上載影片咧，亦都講李家鼎嘅家庭糾紛。咁就但係咧，佢就連李家鼎嘅一對孖仔李詠翰同李詠豪咧都分唔清，咁所以咧都俾人批評。咁即係好似我之前咧都有少少搞錯，都唔好意思啊。咁啊，影片入邊咧，李修賢表示咧同李家鼎咧識咗55年之久噶啦。喺邵氏嘅年代咧，佢哋兩個已經係好朋友。佢話咧，李家鼎當時係龍虎武師，咁啊大家都知啦，鼎爺就騎馬術了得，經常咧為電影嘅角色咧擔任替身，甚至咧唔用馬鞍咧都可以策騎到。咁啊，李修賢話風一轉咧，就話李家鼎咧一生勞碌都係為咗養家養阿思明。喺講到咧佢哋嘅屋企嘅近日嘅家庭風波嘅時候咧，李修賢咧好明顯咧將李詠翰大媽同埋細媽李詠豪兩兄弟咧勾連咗。佢錯誤講咗咧哥哥就李詠豪，弟弟咧就李詠翰，並聲稱咧哥哥其實係細佬李詠豪咧，仍然跟阿爸咧喺電視台度拍戲。跟住咧，佢就將矛頭指咗去細佬，其實係哥哥李詠翰，話對方係王八蛋。總之佢都係講緊李詠翰大媽話45歲嘅佢咧，同太太就唔做嘢，每個月咧同老豆咧李家鼎咧攞5萬蚊嘅家用。李修賢咧更加重提45年前嘅往事，就話咧李家鼎飼養嘅杜賓犬咧曾經嚴重咬傷個大仔，其實唔係大仔，係細媽李詠豪嘅頭，亂咗160針咁多爭啲喪命都好嚴重啊！咁李修賢咧喺片入邊對李詠翰嘅行為表示極度不滿，冇一個人咧唔鬧呢個王八蛋。更透露咧，李詠翰因為母親思明逝世後咧嘅家產問題咧，包括佢阿爸嘅200萬存款同埋物業咧，令到咧同阿爸同埋兄弟之間咧不和反面。
佢慨嘆咧，李家鼎係一個好人，心痛佢咧，其實都81歲啦，晚年咧即係仲要為啲仔咧嘅事情奔波煩惱，期望咧佢能夠安享晚年。咁啊，由於咧李修賢咧喺個片入邊多次咧混淆咗大媽李永漢同埋細媽李永豪嘅身份，好多網民咧都嘲笑佢抽水未做足功課，亦都有網民咧話佢可能只不過心痛咧，即係多年嘅好友咧俾個仔咁樣蝦嘅啫。咁啊點都好啦，李永漢同李永豪呢有陣時真係會易溝亂嘅，我都有陣時咧講錯咗，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李修賢可能都係因為有陣時亂咧講錯咗嘅啫。咁 anyway 啦，李永漢大媽咧其實真係人人都想批評佢。咁啊，唔知佢幾時咧會有翻個反擊啦吓？我覺得呢啲人唔會咁易罷休嘅。咁啊，即管大家我哋公眾咧、觀眾咧就拭目以待。呢度咧係娛樂花生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阿佬。中意嘅話記得訂閱我頻道同埋撳翻個鐘仔，俾翻個 like。多謝晒大家支持，下條片再見，拜拜。